由影片可以見到呢個着住白色 T 恤嘅男子同兩名警察糾纏期間，將其中一名警員打落地，另外一名警員一度拎出胡椒噴霧，嘗試制服白衫男但唔成功，最終白衫男逃脫跑咗入圖書館入面。據了解，事件嘅起因係白衫男星期一早上喺城大嘅 canteen 播好嘈嘅音樂，引起其他人嘅不滿。有人就上前勸佢較低啲聲量，白衫男唔單止拒絕對方嘅勸告，仲揮拳出手打人添啊！另外有一名男子就即刻報警並且上前勸交，白衫男同樣用暴力相向，仲揦走咗其他人嘅背囊，入面有近1000蚊嘅現金同信用卡等等。警員接報到場後同白衫男展開追逐戰，佢瘋狂反抗，連警員嘅隨身攝錄機都被扯甩。警員最終用胡椒噴霧將佢制服，佢上衣被扯爛，雙手被扣上手銬，由警員